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这个单元。我是代班主持永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有闲的时，我会甲我的先生去公园散步运动。伫公园内发现到咱台湾的树仔种类真正是俗济，开的花嘛足水的，开花的时间嘛拢无同。就亲像讲，梅花是伫咧寒人来开，而且是愈寒开愈水，开愈济。接落来2、3月啊，就是樱花、杜鹃花。杜鹃花就是咱讲的报残花。搁刷落来，油桐花咱拢捌听过，人讲是5月色，所以就是咧5月来开花。搁刷落来，阿婆勒。有人讲伊号做黄金河，哇！敢若想这个名，听这个名，那黄金安尼一个一个落落来，哇，足浪漫的呢！阿婆勒就是咧5、6月来开花，真正足水的，我嘛足喜欢的。会记得我搁咧上班的时，每一天拢会顺着北江溪边的路来行。但是伫咧2月底、3月初的时，路边的黄花、风铃木都开始是叶仔先落了了，接落来就开始开花，哇！规条路拢开满了金黄色的花，有够水的呢！敢若想到这，就发现讲咱的造物主精神真正是足伟大。每一种花的色地。花的形拢无同，花开的时间嘛无同，因为安尼每一个季节，咱拢会当看到无同而且足水的花。当然，这个花开的时，这个时就是造物主精神定的啦。圣经中有一章写到真侪时，即马咱就来看卖咧。圣经传道书的第3章，除了写了真侪诗以外，愈读是愈感觉真有道理。写这个册卷的人，就是所罗门王，伊将人生看甲足透的。人讲看透人生，应该就是安尼。传道书第3章第1节，凡事拢有定期，天下万项物拢有定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培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第3节，杀死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惨有时，跳舞有时。5节，黑石头有时，扣石头有时。通泡有时，唔通泡有时。6节，顺吹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放杀有时。7节，拆礼有时，补天有时，竞争有时，讲话有时。8节，拆笑有时，怨恨有时，争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9节，安尼看来，做工的人伫伊所落落的有啥物利益啊？10节，我看见神互世间人落苦，互因伫迄个中间受经炼。11节，神造万项物，各照伊的时，正做美好，佮将永生安置伫世间人心内。总是神自头到尾的作为，人袂当参透。12节，我知影世间人毋达到一生快乐，佮行好。13节，佮人人食啉，伫伊一切乐乐中来享福，这也是神的因素。14节，我知影神一切所做的拢袂永存。袂加添，袂减少，神安尼做，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存敬畏的心。
有一位姊妹讲，伊来到教会入了神以后，伊所认真读的第一卷圣经就是传道书，因为感觉传道书所写的足带进伊人生的体会。即马我的岁数算起来，哇，已经过半百呢。所看过、所经历的代志愈侪，有感觉传道书内底所写的是作者足深的体会。就是讲，神启示所罗门王所写智慧的言语。细汉的时，我阿伯做事，所以会听伊讲，这个时阵爱种土豆，倒一个时阵爱缀番薯，又个什么时阵切就爱收割。有时嘛会听到伊讲这个时阵已经上班啦，各类菜种落去也大袂水。过来这番麦伤慢压啦，所以所番麦米伤甜啊。可见真正像圣经内底讲的，凡事拢有定期，天下万项物拢有定时，栽种有时，培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这个培出所在种的时，若是较慢，都无共安尼。所以，这个时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定的。有一位老阿嬷，伊活到90几岁，有一天，伊感觉家己敢若是中风啊，但是伊的囡仔却无想要送伊去病院。可能想讲，伊已经活到这老啊，所以就予伊安尼豆豆去吧。几天后，这个状况并不是像这子孙所打算的，所以只好就去把伊送到病院。但是因为伤慢送到病院，这个复原的时机已经错过啊，所以伊无法度讲话，无法度行路。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，敢若会当倒伫咧眠床顶。这个时阵，就爱了更较侪钱，找专门的人来照顾伊。伊就安尼倒伫咧眠床顶，活到99岁，才离开这个世间。我想，这个岁数是神所定的，所以可见生有时，死有时。这个时，不是今日是世，所以当知影。所以当决定的，因为神自头至尾的作为，人袂当参透。有一位长老讲，伊的爸爸嘛是长老，所以伊到年老的时病甲足严重。这个老长老本来无想要去病院。伊想讲，最后所要接伊回去的日子，应该是足接近啊。但是伊的后生唔甘这个老长老痛苦，想讲嘛是爱送伊去病院较好。老长老嘛想讲，唔通拒绝囡仔一片的好心，所以就顺因的意，到病院去医治。这个后生真正足友好，定定拨时间陪伊。有一天，老长老讲。有足侪天使来看伊的呢。这个后生想讲，你是不是目睭花去啊？是不是看到医生，把医生当作天使啊？因为医生拢是穿白袍啊。老长老讲，我他有可能会看不清楚咧。天使生做什么款，医生生做什么款，我他会看不清楚。后生就问伊讲，有什么分别？你讲看卖啊？这个老长老讲，天使生做足悬大，医生无遐悬。还有咧，天使衫是白，还会发光哦。医生的白衫袂发光。还有医生会对门入来，
天使是对虫仔飞入来。这个后生听了后，伊知影讲，哇，这个爸爸真正看到天使啊！伊看到异象，这代表讲天使真紧就要甲接转去天家咯。哇，真正的呢！老丁乐甲伊的囡仔讲，你来带我转去厝内，天使特别来接我。我想要伫厝内等天使。这个后生嘛尊重伊，无搁在意咯，就带伊转去厝里。无偌久，这个老丁乐就足平静，就安详的伫厝内过身，因为伊看到天使来接伊转去厝里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而且神将永生安置伫人的心内，所以老丁乐知影天使要接伊转去天家，转去到永远徛起的天国。这个时阵，伊是欢喜，足期待要去到迄个无痛苦、无烦恼、永远快乐、迄个好得无比的所在。这是毋是互人足欣赏的咧？拄则上尾读到迄经节，神一切所做的，拢袂永存，无加添，袂减少。神这样行，是爱人伫伊面前存敬畏的心。意思就是爱认捌这个掌管生命、掌管万物的真神，并且爱敬畏伊来过日子。独安尼，才会当像这个老丁乐同款，转去到迄个永远美好的家乡。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咯。接落来，咱要做伙来向伟大的造物主天顶的神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愿感谢俄罗你无说，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，各按伊的时真做美好，互阮会当欣赏到四季无同的景色。你嘛是掌管我生命的主，你知影阮的时。因为圣经中甲阮讲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在种有时，培出所在种的也有时。所以，我要敬拜你，我要尊你的名做圣，我要尊敬畏的心，透过读圣经，认捌你，遵守你的命令，认真过每一天。毋望将来你会当传到迄个永远美好的天国。求你保守阮。锻炼阮每一天的脚步，互阮体会你美好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也恳求你带领帮助所有的听众朋友开启因的心，互因真正认捌你，知影你是伟大的造物主，独一的真神。透过真理的追求，知影独有认捌你，才会当得到永生，到迄个好得无比的天国。享受永远的福气甲快乐。最后，求你将平安、稳定、福气赐我囡仔追求你的人，阮愿将一切尊贵、荣耀、乐乐，拢归你的圣名，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要结束咯。若是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还是有疑问，拢会当伫留言的所在留落你想要讲的话，甲阮分享，还是提问，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情朋友。也欢迎到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来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。